我说弥勒教普经，我说弥勒教普经，我圣宫生命纪念馆素材配合政府政策减香减金制，室内无烟政策呢，2026年大年初二来这边帮忙发现了。烧香在外面烧，如果安奉塔位的时候，才例外可以烧香。祭拜祖先呢，是在户外的炉，户外也有香炉在户外的炉那边烧香，香要插在户外的炉素食的护香。素食环保救地球，素食护生呢。多一个人吃素，少一些动物被杀害。当天知道的就要生呢。回力而是比保利大，而是比保利大的无上洲呢。槟榔香烟荤食酒类的无上洲呢。祭拜祖先的礼也要动啊。五荤啊，葱啊，酒啊，蒜啊，摄取啊。要刺激性的食物，影响那个情绪的那个都不要拜，也不要吃了。酒后乱性的，喝酒后开车无照驾驶有没有？酒醉驾驶都容易出事情，要禁止。拜拜也不要用酒，也不要沾槟榔的时候致癌。或者是乱吐槟榔汁不雅观，破坏形象。香烟啊，现在提倡无烟了，连那个室内都无烟，连那个塔供奉灵骨塔供奉灵骨的塔内有那个禁烟的，2026年看到了。室内无烟政策，烧香在外面的炉，在外面烧啊，插外面的炉，禁奉塔位，禁塔安奉塔位，可能例外啊。28年了，2026年。我圣宫的李主任写的，我圣宫的李主任的毛笔字好漂亮。弥勒教普真经。现在你诵的经是弥勒教普真经，网络有那个有网站可以制作那个诵经的，还有那个 AI 神曲制作程式 SUNO。SUNO 网络搜寻。AI 神器制作 ，AI 音乐制作神器人，手机程式 SUNO 三太后面加一个 OPQ 的 O。横一横那个调，然后就会有
乐谱然后歌可以有歌曲出来 ，AI 音乐网络搜寻 AI 音乐。以太灰马呢？充满热气，充满活力，充满能量的马骏马呢？骏马回腾，马到成功。此草原马城是为生有稀罕，12地支配12时辰，然后用在时钟，用在生辰八字。这个高呢？哇，许多种。你讲迄高来呀？高来食。讲无灵，讲高来哪只？你到底去来？袂火化。袂火化，但是火化了就。你拍对？拍绝对有买啊！拍绝对几啊年？加2个。加2个。绝对就有买啊！对，迄绝对买，我是要交这来互你。迄有买啊，你搁甲收甲用个做伙。对啊，迄个是资料。料理啊，阮迄天有来啊，还是来看，来看看阮老爸买足久啊，陈老师。陈老师。陈新宅啊。陈老师的哟。陈老师你若讲。陈老师。无，伊较早拢请来遐。拢请来遮了哦。西征人。遮好了哟，西征人你当敢捌你嘛？陈老师遮好了哟。你同我交好药啦。陈老师遮好了。前年呢。邻居安放伫个五圣宫新源山庄，伊个正常后壁靠后壁五圣宫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也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无量光无量长寿无限的美好。